台南市文心专业人员职业工会主办的文机起舞文心机械技术讲座，5月2号伫台南市文创产业园区登场，活动吸引全国各地100多位文心专业人员报名参加。课程邀请戴思科技公司研发经理白子阳以及工业研究院工程师吴宗勋来分享机械原理，希望让参加课程的文心师对着手中刺青机的机械特性有更深的认识。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是透过我们的陈国斌理事长所跟我们公司一起协办这个活动，那希望能透过这一次活动，能让这些就是我们的刺青的一个纹身的师傅，能够更了解我们的一个刺青机的一个原理。那透过原理，能够让他知道说，他今天怎样去做一个调整，能让这一个刺青的部分，甚至纹身的部分，能够做更好的一个发挥。在下半场的活动，主办单位也邀请这位业界知名刺青师来做经验分享，和这条讲座除了有学术理论以外，更加了实务操作的证明。每一台机器它所设定的走程，可能1秒走2下，有的是1秒。今天特别办理全国这个纹身机械讲座方面的一个活动举办，是因为台湾自始至久，在98%我们一直是仰赖国外进口产品方面。那在于我们的业者方面，在于这方面是对于机械的产品里面的机构以及专业性质是非常的不了解，就比较缺乏。那我们工会在这里承办，就是最主要是能够精进我们业内朋友，在于自己在使用上的机械或者是物理电子产品上面，来做一个增加他们精进的一个尝试，以及那个观念上的一个课程教育这样子。主办单位台南市文心专业人员职业工会用心规划讲座活动，希望会当带动业界整体技术提升，让大家看到台湾文心艺术的成长。文机起舞，赞！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好，谢谢。OK， 好 ，OK 了。